眼球睇落就好似好簡單細細粒，但係其實咧有唔同嘅結構造成㗎。眼睛嘅基本結構咧包括有鞏膜、眼外肌、眼角膜、水晶體、虹膜、瞳孔同埋視網膜。鞏膜亦都即係眼白咯，係包住成個眼球，用嚟保護眼睛入邊嘅組織嘅。眼外肌係黐喺鞏膜上面嘅肌肉，負責控制眼球嘅喐動，令到我哋兩隻眼一齊可以移動，產生立體感。至於眼角膜咧，就係眼球最外面透明嘅一陣薄膜，透過折射進入眼球嘅光線，令到我哋睇到影像。水晶體就係位於眼角膜同視網膜之間，佢嘅作用咧就好似相機嘅鏡頭咁樣，透過聚焦光線，令到影像可以清晰咁射到落視網膜。同時間，水晶體嘅厚度亦都因應我哋睇物件嘅距離而作出改變，令到眼睛可以清楚咁睇到遠同近嘅景物。至於虹膜同瞳孔嘅互相配合，就好似相機嘅光圈咁樣。虹膜負責控制瞳孔嘅大細，調節進入眼睛嘅光線量。喺光線強嘅時候，就會縮細瞳孔，減少光進入；而光線弱嘅時候，就會放大，增加光線進入眼睛。視網膜係眼睛最內層嘅神經組織，負責接收穿過眼角膜同水晶體嘅影像。之後咧就會經由視神經傳送到大腦嘅視覺區域。眼球入邊每一個部分咧都有佢嘅作用㗎，所以如果任何一個部分出現問題，都有機會影響視力㗎。喺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哋經常都要面對唔同光度嘅場景，而眼睛總係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因應唔同嘅光線作出反應。除咗因為瞳孔幫助協調進入眼睛嘅光線量之外，亦都係因為視網膜有兩種唔同嘅感光細胞，分別係視錐細胞同埋視桿細胞，負責喺唔同光度環境下嘅視覺。視錐細胞集中喺視網膜嘅中心部分，主要係明亮嘅環境底下提供視覺、辨別顏色，而且亦都可以偵測到各種嘅細節。視桿細胞咧就分布喺視網膜嘅周邊，主要係喺昏暗環境底下提供冇色覺嘅視覺，對光線嘅明暗變化、形態同埋移動係特別敏感嘅。不過，單靠感光細胞亦都未能夠完全幫助眼睛適應有巨大差異嘅環境光度。同時間，我哋都需要眼睛嘅光適應同埋暗適應呢兩個特性。首先，光適應係指當眼睛喺長時間喺黑暗嘅環境底下，突然間去到好光嘅環境底下咧，初時會覺得好刺眼，亦都有機會睇嘢唔清楚㗎。但係過咗一段短嘅時間咧，就會慢慢適應㗎啦。呢個光適應嘅時間一般都好快，通常幾秒咧就可以恢復視力，而成個光適應嘅過程大概係5分鐘到啦。至於暗適應，就係指當長時間喺光嘅環境突然間入到暗嘅環境底下咧，同樣地最初都係可能睇得唔清楚㗎，但係經過一段時間，視覺嘅敏感度咧就會慢慢增高，之後慢慢就會睇得返清啦。成個暗適應嘅過程咧，需要大概20至30分鐘先至完成嘅。如果發覺光適應或者暗適應嘅時間係特別長，就有機會係因為眼疾引起啦，譬如係視網膜色素病變或者黃斑病變。所以如果有懷疑咧，就要及早求醫啦。人類係正常每分鐘需要眨眼14至到17次，而我哋眨眼期間咧，並唔會覺得影像斷咗㗎噃。主要原因咧就係影像會暫時停留喺視網膜嗰度嘅，呢個現象就叫做視覺暫留。所以當我哋眨完眼，再次打開眼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自動將兩段嘅影像自然接合咗，令到視覺保持流暢同埋穩定。另外，大腦亦都會進行預測補償。當眼前嘅物件係喐緊嘅時候咧，大腦會預計下一刻物件會出現嘅位置，就算短暫睇唔到，都會自動預測合理嘅畫面俾我哋睇到㗎。
瞳孔除咗幫助調節進入眼睛嘅光線量之外，亦都係評估神經系統健康同埋眼睛健康嘅重要方法。喺正常情況底下，瞳孔喺強光下會收縮，以防止過多嘅光線進入眼睛。喺幽暗嘅環境底下咧，瞳孔就會擴張，令更加多嘅光線進入眼睛。如果兩邊瞳孔大細唔一致，又或者對光完全冇反應咧，就有可能係代表腦內出血、腦壓上升、神經受損或者腦幹功能異常。另外啦，如果瞳孔大細同對光線嘅反應異常嘅話咧，亦都有機會係同視網膜或者視神經有關嘅。所以如果發現有異樣，就即刻要求醫啦。另外，瞳孔亦都可以反映情緒同精神狀態嘅，例如壓力好大、好緊張，又或者受到驚嚇嗰陣咧，由於交感神經特別活躍，所以瞳孔就會因而擴大啦。相反，當覺得好攰、精神好唔夠、警覺性好低嘅時候，瞳孔反應咧就會變細同埋變慢。所以醫護人員亦都會透過觀察瞳孔嘅大小、形狀同埋對光線嘅敏感嚟判斷神經系統嘅健康。人體嘅平衡感係由3個系統構成，分別係視覺、自體感受同埋前庭系統。只要其中一個系統出現問題，都有機會導致失去平衡感㗎。而眼睛就會同其他身體嘅系統一齊合作，透過大腦整合信息以維持身體達到平衡。同時間，視覺會向大腦提供關於環境、物體之間同埋自身位置嘅資訊，令到物體可以穩定咁保持喺我哋嘅視野中。再由中樞神經指揮眼球肌肉穩定視覺，控制全身肌肉維持平衡。所以如果喪失視力嘅話，同時都會降低身體嘅平衡感㗎。